镜头转来咱国内，花莲国福乡做大水，即马已经第14天啊，不过还阁有6个民众还未找到，目前是还阁继续伫咧找找。因为即届灾害为各地来斗3天的志工，互马太安部落的族人是感觉真感谢。才会因专工去车头唱歌谣，表达因的感谢甲祝福。真侪志工伫遐是感觉足感动的。离台铁的月台听到温暖的歌声，马太安部落的族人穿着传统服装，唱着传统的歌谣，感谢自各地来的志工来花莲斗3天。月台在等候的时候，身体是疲惫的，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力量大过我们给他们，所以我们都很感动。族人用歌声对这款志工献上上深的祝福甲感谢，有人感动甲目眶红，有人用手机记录这感动的时刻。最后中间是一条正长的路，即马有着大家互相斗3天的力量，花莲光复袂孤单。他们无私的来去帮我们去做抢修救灾的动作，我们用我们的法达案以最高荣耀的答谢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志工以及团队。真侪所在一个全染土，而且愈来愈大，搜救工作也无停。消防人员继续伫热点屋搜寻也无找到的6个人。当然持续的会往下游，或者是甚至光复溪还有马鞍溪这边的方向，在持续做开挖。包含那些可能的难节点，像树林区、像消波块区。规排沙场超人接力分工，努力要恢复龟仔路原本的模样。光复乡的东灾区佛祖街路边也有真侪染土落5枚等咧要清。真正协调所中协调官桂典贤来现场了解。干道跟这一条路就是只能直走，那这边是北方嘛，这边整个国主街到底是1.8公里。对月台顶的歌声到龟仔路沙场吐土的声音，是花莲人甲超人彼此加油的回应。马太安族人甲志工相约，光复乡恢复原貌的时阵，大家即刻来光复乡再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